先攞嚟冇？係，我係佛山嘅范文貴，鐘社長向我嚟 B B 哥，B B 哥，嚟，落嚟一台不過氣嚇，嚟見啊！係，來，做咩冇？做得，我做安用來做些，看到個？係，拍攝，做咩冇？拍攝。文貴，你辛苦咧，唔會，我辛苦。記得冇？小氣候，阿土師傅，文貴，你好，你經理啊，范文貴，哦，富貴，你好，請多幾個。文貴，我同你看下，好，我想去拿下東西。而先，有向圖文貴去台北做新禮服，順沙做技術加新的喪服。李長，阿細哥，對根本你開始文貴家啲安尼嚟講，李長，講多幾個？咱叫北京車工廠，你講嘅十片係全台灣最大最新。係，啱先我講，你講差品質好，全省度你講嘅情況差來混沌，就咪得到好價錢。俺嘅車品質老實了，係全台灣第一。俺嘅車係賣到全世界。係，阿榮發車。望長看哈，我做到台灣哈大頭命嘅人，天出去付出當多嘅心血撈真心讓做的。嘿，嗰係熱天嘅啊，佢都要對衫褲、係禮貌，係香港對差嘅品質都當要求、當講究哦。哎呦，講到安樣先，望長對所有嘅同學呢一下對看嘅同學哈，你上嚟撈下會好來哈，天出我加油，撈你個當初撈嘅師傅呀，佢多人家拜讓做的。咁安尼就嚟講究一下。係就係呢，嗱安尼個客家話學好來，讀書之後做到講，係香港咧客話講到當好。當溜啲嗬，冇錯平時談到，你係客人係冇？正經所有呢下本睇真係強下來看一下，呢日節來教太子家嘅，但是還有練習嘅塊發現嚟嘅主題是係人老人相處之間為督導嚟到詞彙啦，強下來看一下。好，呢日節後呢個部分，第一屆我教太子家嘅詞彙是係翻譯講嘅。搬東西的搬，要搬起來，嘅客話到底係用搬先講咧？搬係嗰一擺是係搬，搬東西嘅搬。所以佢地圖要講到佢下查就范文貴看到嘅工廠地圖，萬來都係工人萬來都係做生意佢談到，你幫忙把這一帶搬過去，嘅客話是係老一台。搬過去，老呢台搬過去，係冇咁錯嘅。櫃台地圖裝嘅係乜嘅？當然是係茶米嗬，因為佢對到茶工廠，曾經看到一台，當多台嘅茶米創造台灣嘅奇蹟。唔講係，唔看你搬過去過後，唔係當甜嘅，當辛苦咩？辛苦。對，冇咁錯，辛苦嘅客話是係辛苦。辛苦溜汗溜凍多，搬東西，搬到當辛苦，搬到當辛苦。下步我哋繼續來看一下，所以你為了對方來講，你辛苦了，你真的好辛苦，你辛苦了，下步到底用扮先來講，你辛苦咧，你
辛苦嘞！所以你看，从9月28到搞4节的时间，你们做得老先生讲乜嘅？先生，你辛苦嘞！我们瞧在当年哈，你看不管是母亲节、父亲节、阿公阿婆节、乜嘅节，全是做得用了一句，係唔係當好用下輩哈？其實你看范文貴來到嘅茶工廠來按看看嚟世界，多多嘅拍生意嘅世界。因為用半天繞對方來向家門體解，你看華語我們會怎麼說呢？你好，你好，下回是你好，你好，冇咁錯，來看一下下輩是講，他叫人叫係新嘅音嘛，嘅老太太來紹介一下，邀請你乜解咧？多多指教，我請你多多指教。多多指教，拜托你要多多指教了，因为我是新手性教師哈，下擺來看一下。所以各位老太太來小改記起㗎，就是說你好，請多多指教嘅下擺到底用半音來講。你好，請多多指教。你好，請多多指教。所以比較講喺呢度嘅職場行嘅時節，多多嘅其他人，比如講你係新人嘛，新教師，多多係其他嘅前輩，先輩時節，前輩嘅時節做嘅。然後講你好，我係馬生，我係土蛇中，我係阿中國，請你多多指教，係冇？halfway，好，他看了非常多東西，看到halfway 到底用半音講，看，目珠來看，好，下擺來看一下，你剛才說，因為嘅沙莊嘛，東市莊嘛，老了嘅聲音，看唔見我帶你四處看看，我帶你四處來看一下我們工廠上棟用半音，halfway 用半音來講，我同你看一下。我同意看一下，做得好過來一擺看下擺，根本好不用了的時間，我讀到認認的，你看呢？我就哎呦，根本你怎麼有空？有閒，有閒，根本用有閒哦，因為難得。那是咖比，來是咖比，難得不用了，平常時上班當辛苦，所以咧，你看家嘅碗櫃因為佢係中下聲音，唔是看過太前面，所以咧佢聽家嘅mọi人講，你有空的時候啊，帶文櫃啊，去台北做套禮服吧，不要穿得這樣，莫做到安樣輕綠綠薄薄，不然看到會見笑有空帶文櫃去台北做禮服，下會用半音講咧。有閒圖文櫃去台北做禮服，有閒圖文櫃去台北做禮服，睇這樣地方看下會尤其係學流腔地圖，很多那種陽去掉，這個哆咪嗦嘅咪好動難中呢，所以睇這聽出講嚴動多版，比如講看那個圖動難，因為想辦法抓到自己的音準 pitch， 把它抓好來，真緊講下當場唱歌嘅腔調，因為佢哆咪嗦嘅感覺，下會來學習一下，喺看一下下會，好唔看。佢講，佢當沙皮，當鳳心，當排頭。老太太講，我跟你講啦，我們的茶工廠最大最大台灣用半音水台，水台，下擺來看一下，唔單講水台，我們用的設備也是最新的。哇，最新哦！最新，冇唔錯，看又大又新，真係啱愛中文人做世界嗰種標準日光的設備是全台灣最大最新的，我們日光工廠茶工廠真嘅，愛講天熱，冇人敢講天熱嘅。halfway，日光的設備是最大最新的，到底用半音講？你講介沙皮係全台灣最大最新嘅。你講嘅沙皮係全台灣最大最新嘅，當然人睇即刻填咗加鹽加白，比較講係沙皮
批那个两个词吼，真紧都难念，一般人吼是会念唔错，所以吼睇下吼，因为吼安利吼，睇下爱做一个当讲究、当绕口嘅客家人。冇错，题在咯，学会学到当长大哈。下来那个词汇哈，平常哈，我们要出去跟他介绍 Where are you from 的时候呢，你就一定会讲到这个单字哈，是系乜解咧？台湾，台湾的学会是系台湾，我对台湾来，我系台湾人，我对台湾来，下辈就讲，唔但像佢係十皮，佢係工廠係台灣最大最新的。還有我的茶，這個品質呢，我敢說台灣第二，台灣沒有人敢說第一，一定是全台灣第一。嘅下位用扮現來講咧，我嘅茶品質老善良，係全台灣第一。我嘅茶品質老善良係全台灣第一，係哦，真緊當沙皮啊！你講第二，冇應敢講去打第一，哦，真緊當沙皮。下輩來看一下到底等下會發生乜嘅事情了。哦，遠遠唔看嗬，家下張片都嗬，按當然嗬，戳上戳下嗬，來來去去，當無限從市場強讓嗬，你是做得看得出，你看愛賣茶米係當然，睇下強下來什麼，將做得到茶米賣出去哦，真嘅。係對你係茶農，韓國沙種特生意嗬，當用心，當出力，為到就係乜嘅呢？就係拉你台灣當好嘅茶嗬，賣到全世界去。本所有人就賣到台灣嘅好茶米，愛齊要學外國嘅朋友，要來到台灣，就算啲係啲國外，我係強讓到台灣嘅好茶米結出去本地。兩個當認同哦，用辦講，因為從我係出國去表演啊，吼，然後係親朋入聊，我聽出會買你係茶米，做呢個登錄。真嘅吼，不管係澎湖茶啦、風茶啦、烏龍茶，全係台灣當出名嘅茶。但生意吼對呢個茶米吼嘅想象和認識，可能。咩係雜生嘅強讓，唔過啲改良時候，白本人吼心肝度上到茶米真嘅，當達的沙皮達沙上到係一上到茶米係嗌熱聲音做得意思嘅好透露、好沙皮嘅蔬菜哦。認真講吼，你係叫做信信嚴嚴，最尾會講，佢你係叫我吼。連水冇就係夢到茶米。唔過冇法度，你係吼。時間過體，求嘅時間就冇咧。唔過好彩哦，你做得好，對你係讓片當中就個揮梅一下。做強下轉到1950年代來看一下，白本人係樣扮演家庭茶米當沙皮了。